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再一次平安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把眼目定睛于你。愿你的光照亮我们，带领我们真实的敬拜。愿今天的诗歌与祷告都蒙你悦纳。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请大家起立，跟你旁边的人说，很高兴在主日早晨一起敬拜主。很高兴在主日早晨一起敬拜主。好，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对不起，约翰福音8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备，来。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一起把眼光转向耶稣，因为他是世界之光。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主啊，你是世界之光。的盼望，唯一的真光，照亮一切黑暗。耶稣，道路、真理和生命，配得至圣尊荣到永远。万国万民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哈利路
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明，起来敬拜，在圣洁的光中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天上地下起来敬拜，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愿荣耀都归你，世界之光。主啊，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神的光已经照进我们的生命里，再也没有黑暗。不管环境如何，神依旧掌权。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主啊，我相信；主啊，我相信你的名。通往永恒的唯一道路，一份拯救，一份悔改。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生命。我相信他被钉十字架，靠他宝血我得到释放。我相信他的复活生命。哈利路亚，他战胜了死亡。赞美全归于天父，赞美神子基督，赞美全归于神灵，神他全然的神，昔在今在的君王，永远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我相信这份天堂盼望，他为着我预备了地方，超越所有所思所想，所能听闻，所能看见的。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他将归来迎接新娘，点燃祭坛，持续燃烧，看到亮这位咆哮狮子。赞美全归于天父，赞美神子基督，赞美全归于神灵，神他全然的神，昔在今在的君王，永远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我为着这份福音感到羞愧，我又怎么能够背起拯救了我生命的他？我永远不会因着这份福音感到羞愧，我又怎么能够背起拯救了我生命的他？我永远不会因着这份福音感到羞愧，我又怎么能够背起拯救了我生命的他？赞美全归于
子基督，赞美全归于神灵，神他全然的神，昔在今在的君王，永远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赞美全归于天父，赞美神子基督，赞美全归于神灵，神他全然的神，昔在今在的君王，永远的作王。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哈利路亚！我们大声说，我相信耶稣全能的名。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信，不是因为我们很刚强，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把爱完全给了我们。主啊，谢谢你。耶稣走入我的生命，使黑暗都变成光明。我爱你，与你同行。耶稣，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活着的目的。我爱你，视线离不开你，何等美丽，如此美丽。你照亮我的生命，如太阳般的绚丽。我藏在你同在里，感受你呼吸。你荣耀让我屏息，如宝石般的美丽。我一生要敬畏你，匍匐在永恒里。美丽，如此美丽。你照亮我的生命，如太阳般的绚丽。我藏在你同在里，感受你呼吸。
生要敬畏你，不负在永恒里。你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尊崇你，我的主，你触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你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尊崇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心，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是的，主啊，我们奉献我们心，是要成为你的圣所，是圣洁的，是无瑕疵的，是要在你面前被接纳的。主啊，愿今天在主你的圣殿，每一个人的心被洁净了，被圣化了，而且被圣洁了。我们在用着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要得着你丰盛的恩典。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神的恩膏、圣灵的感动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愿这个敬拜荣耀归给你，每一位弟兄姐妹从你的话语得着力量与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仍然站着，我们一起要来祈念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一起同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审判死人、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请坐。弟兄姐妹，我们在进行下面的程序的时候，牧师再一次欢迎。等一下我们在讲道祷告完，我们有这一个月的一个医治祷告时间。意思是大家凭着信心到主面前，要求得神的赐下恩典跟医治。我们请弟兄姐妹预备心，也请我们的代祷服侍同工我们的长执小组长，大家预备心还有我们的敬拜团，大家同心在主面前恳求神的赐福跟恩典。我们欢迎每一位，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神的话记载在2处圣经节，请。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看见上帝。
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侮辱你们、迫害你们、说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多么有福啊！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有丰富的赏赏为你们保存着。从前先知也同样受过人的迫害。你们是人类的盐，盐若失掉了咸味，就无法使它再咸。它已成为了废物，只好丢掉，任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起来的。没有人点亮了灯去放在斗底下，一定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全家的人。同样，你们的光也该照在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来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第二处圣经节记载在哥罗西书1章20节，请。借着儿子，上帝决定使他的宇宙再与自己和好。上帝借着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使天地万有再归属他。圣经读到这里，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我们请喜乐小组，他们所要献的诗歌是“我要向高山举目仰望”。吟诗后，我们请夏牧师讲道。夏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登山宝训3，领受天国8福下集，请我们恭敬来领受。
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我们的喜乐小组用这首主曲带领我们来敬拜神。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在这几个礼拜用登山宝训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是因为我们要迎接50喜年。那基督徒怎么样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更加的成长成熟？登山宝训或是天国八福，是我们一个操练自己，也是跟神更亲近，得到天国福气的一个力量。我们愿每一个人因为这样的灵修跟学习，我们有更多的成长，在社会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在分享主话以前，我们先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同心聚集，一起同心祷告，一起同心敬拜。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生命的粮食，也让我们走出神话语的能力，能够见证主在天国福音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连续几个礼拜，我们教会呢做几样特别强调在天国八福方面的一个学习功课哈。那早上第一堂礼拜，我们圣歌队特别挑了一首蛮有历史的诗歌就是八福所创造的一个曲目哈。那牧师就在鼓励说，我们借着这个八福的事工呢，我们有几样形式来一起学习。那教会公报呢特别的推出了一个抄写天国八福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活动哈。只要把这八福，就是从马太福音5章的3节到10节，把这八福列出来用你的技巧或是你的艺术眼光，把字体啦写得非常有特色，或是有经过绘图创意能成为这一个天国八福的抄写。那我们的圣歌队用诗歌来唱出八福。那早上第一堂呢，我们也有一个特别的邀请呢，我们那个志强长老、维文长老，他的妈妈我们的丽妈妈，她来用台语的背了天国八福哈。那我在期待我们这个第二堂弟兄，你们如果会华语的八福哈，可以志愿一下。那这个背不是说谁背得好就是表示他厉害，是因为我们看重这一个神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哈所以我们也一起呢要来再复习一下这个天国八福这一个经文。那我们习惯背和本的我们再读一次我们再来读一次我来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预备，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2，因为他们必得安稳。3，第4，因为他们必得保住。第5， 6， 7，第8，会议受逼迫人有。好我们当然练很熟悉了，就接起来很好。不过背八福跟今天我们在5月份的背这个经文，就是圣灵的果子我们在背的时候都有一个比较小的困扰，因为它的文词比较像格言的性质不像一个故事或说一个有非常完整的它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所以有时候背会前语跟接不到后语要不然是第一和背到第3和去了。不过我们的丽妈妈她有一个经验，她说她每天早上起床就先背一次背经文或是背诗篇就成为习惯了期待不只会背，我们也能够成为生活上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的指针那我们再看这八福呢，有2个段落，就是前4福，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是比较倾向于个人的属灵的造就、栽培跟灵修，意思就是说你自己锻炼自己，来培育自己个人的一个
属灵的生命的成长。那后面的四福比较倾向于说，你要成为一个外显的，在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见证，或是影响别人，能够帮助别人。所以邻续人的、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就等于参与的整个公众的事物，或是说你在这个社会成为光、成为盐。那我们今天是第3段，我们要分享天国8福，是一个发挥了基督徒的影响力的。那我们要讲最后那3个福，第一个是清心的人哈。清心人他说他要看见上帝，很像我们在戴太阳眼镜，或是戴我们普通的眼镜，你就要把它擦得很干净哈。我们的眼镜的眼镜行都会告诉你说，你要把你的眼镜要清洗得很干净，特别说你不能用什么清洁剂来洗，让它再洗了会把那个薄膜会磨损，或是用力擦会让你的眼镜那个镜片会受损这样子。当然现在因为科技越来越发达，它的那个镜片的硬度会更好。不过我们如果说眼镜模糊了，你会发现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当然包括你自己的肉眼本身，如果有白内障啦，或是有一些不好的在眼球里面，你就会发现不清楚。那他说清心的人看见上帝，换句话说，一个要看见上帝的人呢，他的心要洁净的，他要清心的。那我们台语比较常讲了哈，比如说有一些长辈他很烦恼，我们台语叫忧头甲面啦哈，或是说心情都不开朗常常没有笑容我们台湾人都会跟他鼓励说你较清心的啦，清心的就睡得着啦，就清心就睡得着，对不对？那换句话说，清心有时候对个人来讲是他的烦恼、他的忧虑被消除了，是一种清心。另外一种清心，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我这里来，你的担子会让你没有清心，那你就看不见神。那这句话的意思还有一个的情况，它的现代中文的解释是说，心地纯洁的人，心中没有其他的恶念，或是其他的忧愁或是其他的贪心顾虑在你面前。他说这样的人会看见上帝，这样子。所以清心另外一个解释是心地纯洁，那就是跟真诚有关。你的真诚会让你心中没有挂虑，你的心中没有任何的隐私跟困难困境。他说这样是我们不只要在上帝面前跟人相处都免于虚假。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上，这一种情形是很大的挑战我们私下或公开的，我们是希望追求一个完全的透明，这样的清心会让我们更看见神。不过我们的思想动机还有跟我们有关的事物要纯洁，不掺杂那个不正当不入流的念头，那要完全的真诚。这是我们一个圣经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目标跟追求。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社会实况其实是不这样的。社会实况是我们总戴上不同的面具，在各种情况下扮演不同的角色，好像在演戏。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这个隐私权是被立法的所以你的个资也不能暴露，看来是一种保护，但是那一种是法律外在形式的保护，但是你内心的隐私如果是一种不敢呈现出来，你的心思、你的思考、你的心理会跟外界的差距大，反而会伤到你的身体，伤到你的心灵。所以外在的这个社会的架构让我们不要把个资排露出来不要被暴露在外面，这是我们基本的人权但是我们心中的隐处，如果是跟我们实际生活有差距，那会变成假。有人在周遭编织各样的那个谎言连本人都分不清是真是假。我来讲一个以前听到一个小故事，说以前当生活很困苦的时候我们在乡下啦，在农村以前生活不富裕的时候，很多人3餐就没有所谓的肉可以吃没有油脂可以吃
就吃那些比如说像那个地瓜一些杂粮这样子听说有人为了表现说，我家没那么寒酸听说他们家就放了一块那个肥的猪肉有油的猪肉吃饱饭要出去逛一逛走一走，怕人家问说你吃什么，他就故意把那块有很油脂很多的那一块猪皮抹一抹他的嘴唇抹一抹，不是为了润唇是为了让人家觉得哇我的嘴巴都是油是为了让人家看到哇你今天吃的不错你们家有肉可以吃以前就有这样的现象，因为为了怕人家笑说你们家没什么好吃的。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社会的实况啦，但是真正落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你如果掩饰的事情太多，圣经里面说天下很多的事没有隐藏的，在阳光下没有办法隐藏。当人的隐藏越多，你的愁苦就会越多，当然你跟神的关系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一个状况我们的主，我们这样说，耶稣是完全能够清心的人，所以清心人才能看见上帝，是你凭着信心的眼睛。期待每位弟兄姐妹，你的清心不是一种口头上的，而是真的生命洁净的。就像有时候在山上刚下大雨，或是遇到土石流的时候，整个山的溪流都是非常的浑浊。但是当这个溪水慢慢静下来的时候，在那个深潭或是一个平静的水坑的时候，那个泥土那些脏东西慢慢沉淀的时候，很多人知道说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舀水了，因为那个水是洁净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沉淀的。基督徒要学习一个清心，是因为我们能够非常没有负担，没有缠累，没有被捆绑在神面前。弟兄姐妹，我们希望每一个都是一个清心的人，是个蒙恩的人。他第七福是一种外在的一种力量，就是缔造和平的人。他说他要成为神的儿女圣经这样记载说，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从这个天国报恩里面呢，主耶稣爱我们，蒙召在这个社群当中，蒙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成为缔造和平的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应该故意制造纷争，成为挑衅者。我们受呼召是积极主动追求和平，与周遭所有人能够和睦同居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呢，那个纷扰常是因为误解，或是彼此有利益的冲突，或是性格上的不一致。我们基督徒呢，能够在教会里面在同工弟兄姐妹当中，在社会，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能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是一个撮合者，那是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我们有时候大到一个国家跟国家的战争，需要有很好的和平使者来互相连结有时候我们看到诺贝尔和平奖一颁出来，他们的和平的那个方式或是和平的角度是很多很大的，有的是为了人权，有的是为国家的争执，有的是为一个社会一个喜乐跟平安。那基督徒是用这个目标来完成，所以缔造和平是神圣的工作。神给我们一个神圣的呼召，意思就是和好。上帝就是和平跟和好的创造者，因为他说，当我们缔造和平所得到的福分是成为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带着一个神圣的任务，就是说，你不是制造纷争，不是制造混乱，不是制造仇恨，而是在苦难当中，在困境当中，在冲突当中带来和平。其实我们也知道，最重要的和平是在我们的家里面。家里面有人能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化解纷争，化解两代之间的隔阂，化解婆媳之间的冲突，化解姑姑跟嫂嫂之间那种意识形态的差异，这是我们一生的努力，有时候要很久的努力才有办法达到。
甚至要像主耶稣一样牺牲了自己，牺牲了自己。我们台湾常有一句话说“攻亲必属住”，有没有听过？意思说你当和平使者，到最后惹了一身很大的难处问题都来了，因为这边你要骂你那边也骂你吃力不讨好。其实和平使者不是那么简单的，有时候和平是要让人和平是要有实力的，你的人格被信任，你讲的话被人家觉得我听你的，那都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成分，或是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这个建造。保罗他这样说：借着儿子，上帝决定使全宇宙再跟自己和好。上帝借着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使天地万有再归属于他。这句话好像表面上就一个和好，但是那个里面语言的境遇是多么的高深啊！昨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参加了我们这个科学信仰的研讨会，哇，很多讲员都在讨论到这个宇宙的创造、生命的创造、我们的人的创造，那一种大宇宙跟科学上间有什么样的冲突在？很多学者都给我们很好的答案。那我看到这段经文就觉得哇，很奇妙，因为主耶稣的出现，主耶稣的参与，让宇宙跟上帝和好，宇宙跟上帝和好，而且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天地万有在归属于他。回到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曾经产生极大的混乱，人的罪产生很大很大的冲击。但是当主耶稣牺牲他自己的时候，万物宇宙再度跟神的好，神的创造，神的美好，神的奇妙，又重新让这个宇宙世界产生美好的运转，这是很奇妙的事。昨天呢，我们教会同时有一群弟兄姐妹参加了孙宝良教授推动的这个罗马书的一个研习就三个礼拜六早上一起把它完整研习。昨天刚好也谈到这一段就是说在罗马书12章17节到21节提到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敌意的世界。这个敌意的世界在12章第7节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他告诉我们众人以为美，换句话说，大家认为应该好事要勇敢去呈现。他第18节特别说，若是可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可行，换句话说，有一些是成分不大很难度很高这个任务是吃力不讨好但是你要尽力去做。基督徒的任务就是尽力使世界和谐，人跟人之间和谐，因为产生冲突、产生误解、产生征战，通常都是人的罪。当你参与到这个和平的时候，其实你在参与耶稣的工作，让世界这个宇宙跟上帝和好，人使人和好，也参与这个美好的创造。感谢神，基督徒呈现了这一个非常重大神圣的使命使人和好。那第8个福是为义受害的人，这个主题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到。这个重点是为义，人不可能自己讨苦吃啦，人也不能说故意让自己那么的辛苦。但是当为了一个真理为义来付出的时候，他的付出是有代价的，是有成果的。他的祝福就是成为天国的子民。现在中文译本这样写，他说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为了义，为了上帝的旨意的实行，我愿意为他背上这个受苦的代价。他说为上帝旨意实行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了，他们是天国的子民。换句话说，走向一个为义受苦的人，他本身就是具备了天国子民的身份，他就这个形象就是天国子民才会做这种事，为义受害，为朋友付出，为一个真理来坚持不怕人家吐口水，不怕人家来威胁你，他就是天国子民人才做的事。
所以天国的子民就会做这个事。如果不做这个事情，你跟天国的子民的身份就有一点不一样。他说：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捂住你们，为上帝的旨意，为了跟从主耶稣，他说迫害你们，用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这是多么有福了。这一段话我们也可以延伸到说，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宣讲耶稣的真理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遇到很多人为你吐口水，或是为你吐给你吐槽，或是给你打脸。哇，你会觉得说，好像你何必挨这种苦呢？但是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为了跟从主耶稣，他说，而且不只是忍得了苦哦，他说还要欢喜快乐，不得了，受苦还会快乐。你会发现说，原来保罗跟西拉在监狱他唱歌不是没有意思的，他已经超越出那一个受苦哀怨抱怨上帝为什么要我经历这种浑水呢？竟然是用快乐唱歌来面对这个苦难，不是没有代价，因为他说在天上有丰富的奖赏为我们保存。而且他还讲了一句话说，你不是单一的个案呐，先知从前的先知也都同样受过这样的苦。很多人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做趋吉避凶什么困难的事，什么要危险的事我们就离开。但有人是从容赴义，奇怪了就从容了，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有代价有价值的。这个社会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会被改变，会被扭转，那些不义的事情会被消除，那些公义会被彰显。先知受苦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他承担了一个伟大的任务，跟从神，为神的旨意实现而努力。弟兄姐妹，当我们尝试跟某些人和睦，不是你想的那么单纯，对不对？因为每一次我们要做和事佬啦，要促进和平有些人是拒绝我们，觉得你怎么那么热心你是没有什么好处你让对方给你什么好处，你怎么样来讲这种事情还没有做就被人家怀疑了。所以并不是每一次与人和好都会成功呢，甚至拒绝我们所跟随的主人，并且拿着我们出去。换句话说，你为了耶稣会被骂，会被耻笑，会被人说你这个人吃错东西了，吃错药了，头脑坏掉了。弟兄姐妹，耶稣甚至还特别强调说，你不只是忍耐你是在门徒迫害的回应是要欢喜快乐。糟糕了，在难处当中还会像欢喜快乐，那不是一种精神错乱吗？其实是一种内心的平安。很多人为了传福音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们在中国在撤退的时候，政府撤退的时候，很多基督徒留在大陆，很多基督徒为了坚持他的信仰被关在监狱里面，直到死尼拓生王明道这些人，为什么他敢这样子做？他只要妥协就好了，他在社会很有地位，被人家尊敬的，但他就为了坚持，甚至死在监狱里面。你说这个人头脑坏掉吗？绝对不是，他认为他坚持的真理是一个见证。所以基督徒在受迫害的时候回应是要欢喜快乐，不是报复，不是闷闷不乐抱怨逃跑，而是要欢喜快乐。这是何等大的一种属灵的修养，才达到这种境界。但是当一个人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苦就不再是苦，苦是一种冠冕，苦是一种荣耀，苦是一种记号，那不得了。我们说尊敬这种人是他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所以耶稣说，我们如果受迫害，天上的奖赏很多，可能我们会失上地上的一切啦，但是要得到天上承受万物，万物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他说要欢喜快乐，因为受迫害是一种代表名副其实的记号，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保证是，换说你
有份于受迫害，那是你的荣耀，你的勋章。所以我们就归属尊贵的行列，因为耶稣说，在你们以前有先知也被迫害。换句话说，我们竟然何德何能跟这一群伟大的前辈走在一起？人为了一个公义，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为了见证神的荣耀，那些受苦就不再是受苦了，一种甘之如饴的喜乐。哇，真的是这种境界有时候人不是故意要去这样子，但是碰到的时候，他的属灵境界就会呈现出来。因为没有一个人想故意要去赴汤蹈火啦，或是从容赴义啦，没有一个人故意要这样。但是很多环境是你不能判断的时候，你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就是神给你一个荣耀啊，是一个跟先知同样列名的一个行列里面。所以归结一句话，为义受苦是什么呢？受迫害却能欢喜快乐，最要理由是因为我们为了主耶稣。他这句话，耶稣说：“为了我，你受苦，就是为了耶稣。”我们发现，受迫害单单是因为我们忠于耶稣，忠于他的真理和样式。我们都知道，四福音是耶稣死后升天，门徒开始四处去传福音，然后慢慢再把耶稣的教导集结起来的。我们再从后面现代往回看，那些初代的基督徒愿意走上一条险恶的道路，走上一条没有人家走过的道路，走上一个罗马帝国在很大很大的威胁之下，在竞技场被狮子咬，被处死，被倒钉十字架。你觉得他们有这个能力？为什么？不是他们故意要这样子，也是他们已经被圣灵所同在，他们愿意为这件事情为义受苦。所以从后面看这个历史，发现说，为什么教会能够走过这200-300年受迫害的历程，仍然能够坚立？这8福的能力在这一群初代门徒身上是展现的巨细靡遗，就是展露无遗啊。但是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不过当遇到事情的时候，神给你的力量，这8福的能力就在你身上展现了。所以耶稣在讲这8福之后呢，用光跟盐来做一个结论，或者说来做一个小结。你们这8福就让光跟盐来做一个 ending 了哈。8福是耶稣描绘门徒该有的品格，那光跟盐这个隐喻指出了门徒对世界该有的正面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生活上你士农工商，每个人身份都不一样啊。那你怎么样显示出你是基督徒？你是一个有真理、有信仰的人，你是跟行神的旨意，是为了主耶稣的人。重点是你是光，你是盐。好，那为了说明基督徒怎样可以影响世界，耶稣用的那个比喻是简单到我们觉得怎么可以那么简单，但是为什么那么有力量？因为从富贵人家到穷苦，包括乞丐，光跟盐都需要。耶稣一定是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的门徒当中知道说光跟盐在他们生活上的重要，所以他用光盐来做一个比喻。每一户人家不管生活贫穷或是不贫穷，都需要光，也要用到盐。耶稣在小时候，他当一个小男孩的时候，耶稣一定是在厨房里面看见他的妈妈玛利亚用盐巴来调和他们的菜肴。在太阳下山的时候，点亮家里的灯光。换句话说，光跟盐没有什么稀罕，但是重要到你不能没有它。你不能没有它。你们是世上的盐，表示基督徒的存在有助于整个社会避免腐败。基督徒有一种防腐的作用，在这个社会上。如果说你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个看不见的存在，没有人在意你，没有人 care 你，那问题不在于说你是不是基督徒，而是你有没有盐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上帝的心意是希望
这群他所救赎、所新生并且追求公义的子民，会带来强大的影响力。你说基督徒能够主导这个社会吗？有时候是这个社会的演进是看到这个大的方向是你很困难去扭转的，但是基督徒会站在那个重要的关口，产生盐的作用，让它不再走向一个腐败。台湾的社会一方面经济发展非常的高峰，但是社会有很多软弱的，在黑暗的角落的，基督徒有没有看见盐在这个地方的功用？那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就知道很容易理解，因为特别早期还没有冰箱的时候，盐是何等的重要。你知道有历史以来很多的国家，以前的帝国把盐看作是国家重要的物资，不是随便可以买卖的。中国有一段很长的时期盐是政府的重要物资，连你走私都要被判刑的。换句话说，盐会帮助这个食物不会腐败，就表示基督徒的存在是有助于整个社会的避免它的腐败。所以上帝的心意是希望这群他所救赎、新生并且追求公义的子民，可以带来强大的影响力。那强大的影响力就是盐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叫做一个叫公民基督徒啊，在这个社会一个公益的知识分子，基督徒的知识分子，他勇敢发声，对抗这个社会主流可能不合神心意的，勇敢发声，对这个社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那基督徒有这种力量，它就是盐的功用。我们对科学有了解的人也都很了解清楚。我们知道盐它的化学程式就是氯化钠，氯化钠在这科学上它是很稳定的东西啊，你放在那边它不会突然产生变化。但是很有趣，当它跟其他的杂质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变化，而且会变得没有用，会失去味道。你有单独让它存在，它可以放很久。所以换句话说，当你被污染了，当你被同化了，当你被同油合污了，你的盐的功效就没了。就好像你这个盐被混在别的东西，虽然是白白的，还是有那个颗粒的性质，但受到污染就没有用途。基督徒的咸味就天国八福所讲的基督徒的品格。看来盐好像没什么，但是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基督徒如果被这个世界的杂质污染了，他就失去了抑制任何事物的能力。所以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产生盐的功效，是因为你不是跟他同流合污，你能与众不同，而且讲出你的道理，见证神的福音，让这个社会知道说，虽然我不认同你，但是我要很慎重的看到你讲的是不是对，引起别人的思考。表面上看起来基督徒失去良善的影响力，那就很像盐失去盐味一样那第二个是你是世上的光，就是耶稣用第二个隐喻，他讲说这个世上的光就是好行为，你的好的行为让这个社会看见你，所以涵盖了基督徒所说的、所做的信心记号跟信仰见证。光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来做真理的象征我们说路上光是真理，那基督所发出的光就是你所要做的见证。我们知道传福音就因为勇敢发光出来，让他知道原来你讲的就是要看见这个光，看见天国的福音真理，所以光可以照耀出来，能够得到荣耀。这张图画是在描述一个很感人的福音的故事。它记载说，在主后597年，当时的一位灵修院的院长叫做圣奥古斯丁，他跟
我们这个圣人就是中世纪出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是同名了，但是他特别冠上坎特伯雷 （Canterbury） 这一个奥古斯丁他去传福音的故事。当时故事是这么说：当时的著名的教宗我们在主后500多年，595年左右的教宗叫做大贵沟利 （Gregory）。他成为历史上非常出名的教宗，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那个格利果圣歌就是用他的名字所取的那这个故事很多了，他其中一个故事就是他有一次呢，他还在当修士的时候，还没有当教皇有一次在市场上看到有一群是红头发的或是金发的奴隶。在意大利，在罗马，因为我们知道意大利人，他们是南欧的人头发比较跟我们比较相近至少是棕色的，但是金色的是比较北欧那边。他说奇怪，怎么有这一群年轻的，脸孔非常清秀，但是竟然是奴隶？他就问他们说：“这一群人是谁呀？这些奴隶怎么会来这边呢？”他们说，他们叫 Angus。Angus 就是安格鲁萨克森就是在英国他们那边的种族啦。他突然讲这句话，人一听觉得非常的刺耳。他说应该是 Angels 才对啊，意思是说不是恩格鲁人，而是天使才对。意思是说他突然间对这一句话产生很大很大的触动，所以他就说，原来远在英伦三岛，那个时候还是异族在统治。而且完全是蛮邦了，没有基督教信仰，所以他就下决心说，他要去让这一群金发的群众能够认识耶稣，就派了这位圣奥古斯丁，有40个修士一起，当时是走路走了好久好久，越过高山，经过溪谷，甚至非常的困难。特别他们还听说那个当时的英格兰那一群人非常的蛮横，非常凶残去了一定回不来了，还写信给教皇贵哥利说：“能不能不要去啊？这个风险太大这个贵哥利这个教皇就跟他说：“不要因为困难退缩，因为神所开始的工作，他必成全。”所以他们就在597年搭着船登上了当时英格兰的一个肯特这个海岸。他们在上岸的时候，他说没有带什么刀剑，也没有卫队，他们就是只有带了福音。所以他那修士抵达英格兰的时候，高举十字架唱圣歌，在这个当中。后来呢，这个故事是在讲说，这一位奥古斯丁就成为英国，我们知道英国国教叫他们的主教叫肯特伯里的主教，就是他们的最高的高阶的就是用第一任的主教就是这位奥古斯丁他们说，因为他们在那个海边呢，把福音传给了他们当时的王、当时的皇后，后来整个国家竟然成为基督徒。他们没有带来军队，也没有带来财富，只是福音纯粹的力量。没多久，这片土地成了中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重镇。这个教会孕育了无数的圣徒、传教士、殉道者跟宏伟的主教座堂。我们也知道，在17、18世纪，英国成为全世界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日不落国。他们的科学、他们的很多产业革命都是在这边发生。最原始是在597年，有一群宣教士没有带刀剑，登上了这块蛮荒的土地，建立了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国度。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把福音展现出来。所以光在圣经里面是真理的象征。我们刚刚有提过，传福音也是一种好的行为。那耶稣用光跟盐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光跟盐两个不同的物质它一种是消极的，阻止社会的败坏，就像盐的作用，让它不腐坏，让它能够保持新鲜。
第二个是积极的，一个消极的防腐，一个是积极的带来光明。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这样子做，他要我们小心，不要让盐失去了味道，让我们要锁住我们的光芒。盐是调味用的，但是它还要跟食物混在一起，它的盐的功用才呈现出来，不然就没有用途。基督徒要调和，你不能锁在富强教会的礼拜堂大家唱诗歌感谢主你要走出去，跟人群、跟社区一起互动，你才能把盐的味道调和出来不然光吃盐有什么用？盐要放在汤里面，盐要搅在那个食物里面，那个味道就呈现出来。我们如果不跟这个社会交往，我们不这个社区互动，我们没有看见社区一些软弱的人，你怎么样把盐的味道、盐的调味放到他们身上呢？感谢主，光是要被看见的，信徒应该站出来证明自己的见证。一位出名的布道家穆迪，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灯塔不必发射烟火来引人注意，因为它本身就会发光。期待基督徒就成为灯塔，成为让人家看见的光。我们为这个基督来调味社会、照亮世界。我们有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次有一个大仓库失火了，他急着去救火，就找不到水了他就看着它闷烧，直到火熄了，很多人才进去才看说原来这个仓库放了好多冰块，冰冻在里面。但是当时要救火，冰块就没用因为它没有化成水这个故事在讲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说，好像你在这个仓库里面存了好几千加仑的灭火剂，但是却没有用，因为它没有融化成水。那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你把你的那一种财富，把你的一种影响力，把它冰冻了起来，等到要用的时候，那用不到。所以基督徒怎么样在生命中把冰冻的财富解冻，让人人都能得到你的益处。所以有一句话说，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要适应黑暗，而是要将明光照耀。不要说黑暗习惯了暗了就暗吧，你要把它点灯，让人家看见。另外一句常我们听到的话，他说：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点亮光明。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合理的事，也让人家很难过、叹息的事。你多了一个叹息，也不能改变什么，那你干脆就把它点燃吧。点亮了，你看见很多黑暗的事情会离开。基督徒承担了这个使命，初代的基督徒，他们甚至付出了生命。耶稣用这个8福，不是一个很高调的、让人家做不到的事，而是你的生命品质达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发现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上帝的子民，因为你甘愿做这些事情。愿神的8福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是一个社会最美好的见证。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然后要邀请弟兄姐妹，你要受服侍祷告的，可以预备心来到主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8福确实一个非常高的标杆，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去成就的、去培育的。主，我们力量有限，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看见，愿意为8福的成长来展现，来呈现在主面前。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激励，成为光跟盐，来见证神美好的信仰以及生命。愿神赐福每位弟兄姐妹看见光跟盐的能力，让我们被装备，我们被呼召成为传福音的使者，成为社会腐化一个盐的作用，让它减少它的消失，减少它的腐化。愿神赐给每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力量，特别是在自己的工作的岗位、自己生活的岗位，能够见证光跟盐的力量。
感谢赞美主，我们要服侍每一位需要医治的弟兄姐妹。愿神的同在让我们看见你的医治大能在我们当中展现。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一个服侍的时间，一个祷告医治的时间。弟兄姐妹，你身心灵有需要，有软弱，有病痛，有难处的事，有需要神恩典的事，或是你为一个大计划要求神的旨意，勇敢在唱诗歌的时候到前面来。我们穿着背心的同工、代祷同工、长老、执事，还有我们的小组长一起要服侍你。我们这个开始请同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是我自由》。开始唱我们就到前面来，一起来。是我自由的灵啊，求你勇敢的到主面前，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勇敢的排在前面，排在前面啊！生活中日子满，自从我心中人不安。这边你的灵啊，在哪里？需要更多服侍同工到前面来，服侍同工长直，长直。同工带上你的背心，我们要预备。哈利路亚！勇敢到主面前，要听从神的旨意。你的灵啊，再一次大声的唱。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我们更需要更多的服侍同工。小组长、执事、长老、代祷同工都勇敢到前面来。好，我们可以分散一点，我们音乐继续。我们请服侍同工，如果不够，我们可以分2次，慢慢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代祷，一起守望，愿神的恩典医治临到每一位在主面前得需求的人。感谢赞美主。如果还有没服侍到的，可以第2次啊，第2次。你的灵啊，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是有劳苦重担，求你临来使我。弟兄姐妹，请起立，一起唱这首《你的灵啊》，来。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临来使我自由。我们还在服侍的可以继续，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一起来同心祷告，求神亲自赐下医治、跟力量、跟盼望。亲爱的主啊，我们将在你面前这一群弟兄姐妹交托你，他们有肉体的病痛，或是心灵的软弱，
还有很多的愁苦在心中，特别有很多需要突破的事情，无论是生活，无论是他们的工作，无论是子女家庭。神啊，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的应许跟医治，你的释放跟保守，要在每一个诚心在你面前开口祈求的弟兄姐妹身上。也求你施下你的平安医治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施恩典的神，你是医治的神。你应许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就必得平安；主耶稣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就必得医治。愿这样的祷告大能呈现在弟兄姐妹这个信心的祷告当中。愿我们的服事看见你的应许，就看见这个祷告的大能在我们当中的展现。感谢主，奉你名来祝福每一位受代祷者以及服事者以及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坐，请坐，请坐，谢谢，请坐，请回座。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来奉献。大家慢慢走，慢慢来，慢慢走啊。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读本月金句，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再一次，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
请翻开周报第2页。主日敬拜服事同工，主礼曾瑞平牧师，师礼提摩太牧区。请翻开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消息。第1点，本会定于下主日举行青年事工主日特别礼拜，由曾瑞平牧师正道，提摩太牧区青少年主领各礼拜的服事。会中会报告青年事工推动情形，请兄姐届时踊跃参加，给予本会青年最温暖的支持和鼓励，并为新世代的青年事工推展而代祷。第2点，本会定于6月14日主日举行吴宪章牧师的培灵会，讲题是人生下半场永恒的托付。吴宪章博士是华神旧约的神学教授，也在好消息频道为空中主日学的讲员。欢迎兄姐到时能够互相邀请来聚会领受造就。第3点，小会消息。本会小会决议，今年增加1次长职轮休改选，将增额选出长老2名，执事5名。第2点，50喜年的影片拍摄将于6月12号到14号配合实体聚会拍摄影片，请大家配合各样拍摄工作的进行。第3点，本会定于8月16号举行社教50喜年的圣礼典与洗礼式，如有要受洗者，请于7月19号前完成报名。第4点，欢迎大家参加公报社手抄8幅的运动，详细内容我们可以看周报的内容。第5点，本会基甸牧区预计于10月22号到10月29号出发台北做短宣。若有想要了解或参与短宣的内容的，请与李委区长还有行政办公室的维师干事联络。其他补充报告事项，请牧师补充。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有很多位我们的贵宾哈。我先介绍一般的贵宾，然后再请李伟教授来介绍。我们有8、9位是昨天来到我们当中来主持这个科学与信仰的研讨会的贵宾哈。这样我们先介绍独立过来的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这里面有写哈，是我用念的，可能我们看里面也可以看影片也可以。一位是陈冠汉弟兄在哪边？冠汉弟兄，好，欢迎你来。好，来欢迎你哦，来送礼物给你哈。是义安的朋友哈，欢迎你来参加。这位是孙宝珠姐妹，播主这里哈。418的学生的家长，418学生的家长。再来是我们的苏耀庆弟兄，在这边是我们立新姐的儿子哈，还有一位是我们这个杨中岳在哪边？在楼上，欢迎你，杨中岳弟兄哈。还有一位是李淑慧姐妹，欢迎你来哈。今天有特别来做医治祷告。那后面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有9位特别昨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科学与信仰研讨会，今天还留下来，因为还有我们的一位讲员哈，我们的刘慈慧教授要留下来下午的亲子讲座，我们请李伟教授来一一介绍，因为有多位外国人哈
这样讲的比较清楚。来，李伟教授来。好，谢谢我们第一位杨乐群姐妹，她事实上是我们的兴旺爱基金会在台南办公室，我们真心的让我们欢迎她。昨天帮忙我们很多哈，非常感谢。其实对不起，梅芳牧师是不是也应该站起来？梅芳牧师来。哎，好，欢迎。也是我们兴爱基金会的。欢迎。他是我们台湾长老教会训练出来的牧师 ，PCT 系统的。好，谢谢蔡美芳牧师。那再来我们下午的讲员刘志伟老师来请教。刘教授哈。那他是呢，来请坐，他是我们徐保罗老师的夫人。沈保罗教授。昨天我们的讲员，昨天我们的徐保罗老师。好，那么他们2位呢，目前都在兴旺爱基金会里面有不同的单位里面担任执行长，2位执行长哈，非常高阶的哈。那另外呢，我们有非常难得从加州过来的 California，OK， 我们从加州过来梁国柱老师来，梁国柱老师他是教会长老，一直在带主日学，大家讲。好，谢谢，请坐。他是那个粒子particle 粒子物理的博士哈，粒子物理博士。那另外呢，我们请江仁爱姐来，仁爱姐 ，Cynthia 张，我们是退休的美国太空专家、太空科学家哈，他之前在 Goddard Flight Space Center 哈，在歌德的这个太空中心哈服务的，那他是天文的博士。那接着呢，我们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后起之秀，在信仰与科学这个领域里面，他在信仰与科学的学会拿到了我们所谓的会士哈，这么年轻不容易的。我们骆德恩老师来，请站起来。骆德恩老师是伦敦英国伦敦的神学博士神学博士。事实上他在新加坡国立新加坡大学的这个医学毕业训练出来，他当过职业7年的医生后来他就是被神的呼召就去念神学院了。那接着我们有2个老外我们2个不止，我们还有3位，我们有3位。其中1位不是老外，其实我们的那个 president 是我们的那个美国布教事工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他们已经30几个国家特别在非洲啦，在东欧等等的，在南美。我们请那个 Ben Clifton， 我就是他的 Ben Clifton， 欢迎你。对，他是理事长专门在布教学那另外他的同工，我们的 Dr. Douglas，please stand up please。Hi welcome。他是 Wisconsin 的物理博士，我们徐保罗老师也是 Wisconsin 大学的Wisconsin 大学机械博士。那么我们的Doug 是我们的 Wisconsin 的物理博士那他目前在护教学这个地方的施工在努力一起配搭。那另外呢，我们有一位我们自己的台湾人，请起立，我们平之任平之姐妹，欢迎任平姐妹。那任平之姐妹呢，她是 Dr. Kale 的夫人，她早期也是在那个 Wisconsin 大学是念那个语言学的 linguistics 念语言学的，所以他们其实跟保罗老师夫妇还有那 Kale 他们夫妇，他们很早就认识了，真的。我们欢迎，谢谢大家谢谢。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真的是灌溉云集但是他们是很谦卑的，因为他们为了福音、还有信仰、还有科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当然，我们觉得我们互相教会就是一间微小的教堂竟然举办国际级的科学与信仰研讨会，都是我们李伟教授的努力。来，拍手给卢伟教授鼓励一下。感谢主了，神兴起了在科学领域非常爱主的基督徒科学家。我们期待互相教会成为一个小小的仆人在台南这个地方，能够更多人看见在科学跟信仰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很高兴我们这几位贵宾还留下来。特别呢，顺便介绍一下，下午呢2点呢，我们的刘慈惠教授昨天是他的先生保罗教授的主场，今天下午的主场是我们的刘慈惠教授。我们再次鼓励一下，看看老师在哪边，来讲员在哪边。下午2点在地下室有一个非常棒的亲子讲座。牧师有这种感觉了亲子专家是不少了，很多了，但是基督徒的信仰，这个亲子专家就不简单我们的刘教授他在那个大学当教授已经应该是退休了，但是他退而不休，他要走入很多的地方教会，很多的场域来继续推广
怎么从圣经里面教导孩子哈。那所以请大家，如果今天才听到消息的，应该补报名应该没问题了哈。就欢迎大家下午2点一起来在我们的地下室举行这一个亲子讲座刘教授他在很多教会都一直在推广反而退休的时间更多更好安排而且也包括刚刚我们讲到科学与信仰研讨会牧师昨天有买到这本徐保罗教授他写的这本科学与圣经创造这本书我本来想说哇这个那么棒，可能我们有的弟兄姐妹没有看到，本来想说要不要推广听说昨天书卖完了就收起来了，本来想要今天推广能不能再买这样子这本书我觉得很棒，它印得很精美彩色的里面真的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年轻人最重大的3个，就是3个所谓的基本的问题啦，就是我们所谓宇宙是怎么来的那生命是怎么来的，那人类是怎么来的，怎么跟现在的科学研究跟圣经对话呢？我们的徐教授就是用心在努力在这一块应该没问题如果有人需要的话可以登记有如果有人需要我觉得这本书还可以请他签名因为他下午要陪刘慈慧老师来做专讲可以请他来特别是年轻人送给大专生，送给我们年轻人他跟刘慈慧教授一样，他也在科学跟信仰这个领域到处去，好像一个宣教士一样，到过去去宣讲。我们期待有机会也能够徐教授来到我们当中，特别针对这个科学跟信仰，这个大家很喜欢问的问题来了解这样的信仰好，那介绍到这边，我们的刚刚我看到郑庭云回来了，庭云在哪边？来拍手欢迎他一下。为什么说他回来呢？为什么要拍手呢？好，请坐。因为他上个礼拜到美国结婚，马上又跑回来上班了。哇，真的很辛苦，恭喜你上个礼拜没有恭喜到，现在补恭喜上帝祝福你一个美好的婚姻，上帝恩典。好，时间不多我们中午还是有午餐我们欢迎留下来我再做1-2个提醒就好。第一个，我们的50周年的影片拍摄要在12号那一天我们教堂做礼拜的情况都要拍摄，所以期待12号那天我们来听我们的吴宪章教授的那个培灵也能够大家踊跃参加，让这个拍摄的影片更完整期待大家参加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除了刚刚讲的这本书以外我们这个50周年的纪念衫已经登记完成了，如果下一次要开放我们再来讲因为已经厂商不够来不及制作了。第二个是我们超8湖的行动，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因为还有团体奖我们很多人参加的话，我们可以跟公报社说我们有多少人参加，有这个得奖，个人也可以参与超8湖就是那几张经文而已很好写把它写漂亮一点就对了8湖活动，那这个是公报社举办这个周年庆的优惠，欢迎大家去参观再来是刚刚徐保罗教授的书，刚刚说有，如果你要这本书才到楼下登记一下我们可以跟徐保罗教授来要这些书给我们的年轻人大专生来读很棒，而且印得很漂亮。再来就是我们登山宝训这本书，也可以到我们的办公室去购买。另外是陈坤生牧师的这个祈祷的书也在楼下，欢迎大家踊跃来参购那牧师最要报告的就是这个，我们在7月4号我们要举办这个敬拜赞美研习会就是还有晚上的敬拜赞美之夜由我们的这一个尤志伟牧师他的夫人一起来主持，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因为各小组同工还是要我们自己教会还是要报名这样才能统计人数，准备便当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礼拜天的假日我们这个听说有台风要来，请大家也小心防范，感谢主。我们的报告在这边，谢谢。颂荣，请起立，一起唱《我的神，我的王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默祷来避会。大家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到楼下3楼一起来用午餐哈。我在想说，李伟教授，我们是不是可以邀请我们这贵宾，我们的贵宾来前面照一张相，可以吗？李伟教授，邀一下。我们长老同工可以一起合拍了哈。要跟他们这群贵宾拍照的都可以留下来哈。今天第2堂礼拜到此结束，请会众互相请安问好，也祝大家平安喜乐。好，我们要请贵宾哈，我们从国外回来的贵宾跟我们拍一张照，好不好？我们长老、同工可以合照了哈，热闹一点都可以，欢迎来哈。来，我们的摄影师来帮忙一下，这台也帮忙一下哈，这台也帮忙起来。谢谢。我有，谢谢。等一下一起拍哈。来，谢谢，来一起来，梁教授，来，女生站最前面，来，女生站最前面，来，这个是我说。